台铁因为补票纠纷，造成铁路警察去予旅客抬死案件，为着要防止类似事件再度来发生，台铁也加强各项防范的措施，也拟定着这具体做法。 包括着要帮火车厂来买防身的喷雾器材，另外未来新买城际火车、通勤电联车，也有即马旧式的火车，每一个车厢内底拢会加装监视器、加紧急对话的电话。预计民国110年就全部完成。而新型的验票闸门，防止这个旅客偷走票，也预计伫民国111年的时阵呢，会全部做好。站务人员检查票卡到引导通过闸门，为着要防止阁有人来走票，台铁加派人力伫个票口来巡视。未来嘛会装这个新式的闸门，同时嘛来提升各项的这个防护措施。他身上有可以保护他自己或是保护乘客的东西会好一点。如果有喷雾的话，可能会对嫌犯就是有一个。 吓阻的，就是真的有吓阻的作用。其实目前已经有配发这个1200多支防护型的喷雾器，予铁路警察。估计伫个8月底会配发这个250支电枪。另外，伫个上下班的时段，阁会派上的警察咧巡逻。也那列车长的配备嘛会升级。旧的列车呢，我们会在未来的这3年之内，我们会办理这个加装的部分。 我们预计在110年会全部完成。除了原本配置伫个列车长式的这个防身棍啊以外，嘛要来添添防身喷雾器材。未来新买的车厢，也是即卖车厢，嘛拢会加来甲斗这个监视器。估计伫个民国81年就会完成。啊，若针对这个新型的验票闸门，要到111年才会当拢斗搭好势。 就伫个铁路警察，互这个人客来甲督视以后，台铁的坐车安全再度互人放大检视。除了要有新的配备以外，还阁爱提升风险管理甲应变的机制，才会当互民众较安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